所以阿嬷，你哪会阁走出来啦？我喊面啊啦，我咧讲是死人骨头，我真正要倒伫遮。你敢会使做我来做死人骨头，我足欣慰的啦，拜托的，看阮的死人骨头啦。你毋是讲你讨厌伊，无爱伊，你留伊的物件要创啊啦？我相信伊有讲过，伊真正爱我。到底有无？你甲我讲。